今日咧要介紹喺池袋 Toshima City 嘅一間 Airbnb。咁呢一間 Airbnb 咧，我哋有2間房嘅。一入嚟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混亂，因為當日咧我哋啱啱喺呢個露營車翻嚟市中心啊。一入嚟咧，哇，已經俾呢個洗碗機震懾到，跟住擺廚餘嘅地方啦，清洗用品都好足嘅。跟住轉過嚟呢邊，我哋望下有啲咩咯喎？個電視啦，望上去，哇！竟然有個 projector， 好黐線呢件事，從來冇試過住一間 Airbnb 有 projector， 有 switch 啦。望下呢邊嘅房間，一張大床，一張工作台，呢邊一張長嘅 sofa， 跟住另一間房，又係有工作台啦，雙人床，呢邊係第一個廁所，另一邊2個廁所，第2個廁所，跟住轉過嚟呢邊呢，就有浴室啦，1、2，呢邊第3個浴室，有浴缸嘅。想知道幾多錢嘅朋友，歡迎隨時留言問我啦。